大家好，我哋好開心同大家分享 Canto 10 AI 2.0係我哋最新以及係最準確嘅 AI 字幕模型。今日會正式推出俾大家所有用戶試用。就算你係一個專業嘅後期製作，定係業餘嘅創作者，都可以體驗到前所未有嘅字幕準確同埋彈性。首先 Model 2.0 重點升級嘅就係輸出選項呢一個功能。Model 2.0你可以選擇究竟需唔需要保留標點符號，又或者究竟可以選擇需唔需要保留呢、那、為呢啲嘅助語詞，甚至連背景音樂、笑聲都可以標註出嚟。我哋同時亦新增咗過濾不當語言，如果字幕需要更加正式嘅呢個選項一定幫到你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新增咗信心度評分。如果你嘅 footage 入邊有雜音啦、背景音樂，又或者係講得唔清楚咧， AI 嘅信心評分就會降低。咁咧，你做 edit 嘅時候就可以首先審核咗一啲評分低嘅字幕，大大降低咗編輯字幕嘅時間。大家都知香港人好中意喺廣東話入邊加入中英夾雜啦。Model 2.0呢個新版本嘅中英夾雜處理可以俾大家選擇，究竟需唔需要保留中英夾雜入邊嘅英文啦，定係你想輸出佢為一個中文，又甚至係英文後邊加一個括弧嘅中文解釋都得。如果想進一步 customize 字幕 ，Model 2.0嘅內容樣式亦都係亮點。你可以揀數字嘅格式，究竟需要係跟從語境啦，定係出阿拉伯數字啦，定係出中文書面語嘅數字，甚至連數學公式都可以支援。你可以用佢口語嘅形式出個字幕啦，又或者係正式嘅數學公式嘅符號形式都可以，令到學術嘅影片係更加專業。舊嘅版本咧係完全冇呢一個功能噶。整合以上所有嘅功能 ，Canto 10 AI 2.0唔單止係一次升級，而係一個廣東話字幕嘅里程碑。我誠意邀請大家去即刻試用，新嘅用戶仲有30分鐘免費嘅額度，唔使信用卡可以即時取消。快啲上去 canto10ai.com 體驗下呢個非常之強大嘅廣東話字幕神器啦！期待大家使用 Model 2.0創作更多精彩嘅內容。